台北的大巨蛋到底什么时阵会当办演唱会呢？市长周万安讲，只要晚上提出专业机构的防火逃生避难的验证结果，送公正第三方的专业机构审查通过，就会当办演唱会。五月天的阿信讲，正想要到大巨蛋来唱歌，甚至收费真悬嘛无问题。台中高雄、香港和北京，五月天阿信来打出演唱会精彩画片。原来阿信想要讲话，就唱伫咧铺文内底，特别讲家己想要伫咧台北大巨蛋唱歌，希望当伫咧家己要在调唱的时，来替台北歌迷朋友带来一场坐美满欢聚的演唱会。阿信伫咧社群媒体顶讲，虽然北流和小巨蛋拢是袂歹的所在，不过现阶段所以已经无法度完整展现五月天演唱会规模。嘛讲到歌手和运动员同款，青春有限。五月天一直拢伫咧等待台北适合的所在。身为台北人，假使大巨蛋收费收真悬嘛无问题，但是租金会当回报予台北市民是上好的结果。市长，你比较想要听五月天还是周杰伦？周万安悄悄也无回应，因为大巨蛋毋若五月天。周杰伦嘛则讲，真侪人伫咧问台湾演唱会，其实我嘛伫咧等大巨蛋，只是大巨蛋晚上1月才改做抽城保边界，30号北市举办跨局处会期，想要办演唱会，也有一关卡爱先过关。远雄也必须提出。包括专业机构所对于防火逃生避难的验证结果，然后送公正第三方的专业机构来进行审查通过。原来想要伫咧大巨蛋举办演唱会，爱先通过防火避难的认证。即马过来会当审核的单位，包括台湾建筑中心和消防基金会。北市府嘛讲，上紧伫咧5月7日提发文件予返乡。不过进前到期完这期，大巨蛋起伫咧地下7米以下，全台湾无一个演唱会是安尼起的。为防火避难到抽象金价，到底谁会当徛伫咧大巨蛋唱歌，必须歌迷关注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